Hello，大家好，我係小魚巴。如果你最近有留意新聞嘅咧，或者有睇 YouTube 嘅咧，相信你一定會知道咧。喺5月12號啊，英國咧就出咗一份白皮書啦，一份 White Paper 啦，就係講到咧嚟緊英國政府就計劃去修改嗰個移民嘅政策嘅。咁其中一個咧最受人關注嘅咧就係嗰個 settlement 嘅要求啦，即係永居嗰個要求啦。咁而家咧就係5年就可以申請永居啦。咁入邊個白皮書咧就建議咧就係將佢變成10年嘅。咁呢個咧係一個好重大嘅改變啦，亦都好多人關心啦。咁所以咧你喺YouTube 上面咧，你會見到好多人出片咧，就會講佢嘅睇法啦。咁有啲人咧就話哇 BNO 5+1咧就會變做10+1啦。咁亦都有啲講法咧就話唔會嘅，就唔會有影響嘅。咁啊，呢個好容易理解啦，因為即係嚟到英國嘅人咧都會驚啦，因為5年變10年呢個係一個好大嘅轉變嚟喎，即係無論係喺你嘅人生嘅規劃啊，或者係財務上面嘅規劃咧，都係有好大嘅影響嘅。咁我相信咧呢一個問題咧喺我嘅 coaching session 啲客戶咧都會問到啦，咁所以其實我都整合咗一啲我嘅睇法啦。咁就順便喺呢度咧，亦都分享埋俾YouTube channel 嘅觀眾啦。好啦，咁首先係第一樣嘢要搞清楚嘅咧，就係我而家錄片咧係2025年嘅5月13號啦。咁白皮書咧係琴日先至出啦，12號出噶啦。咁政府咧其實喺到而家呢一刻，以我所知咧都係冇作出回應話嗰個5+1變10+1咧係咪影響 BNO Visa 嘅，即係包唔包括埋 BNO 5+1嘅人啦，又或者係包唔包括一啲已經嚟咗英國嘅5+1嘅人啦。咁所以咧，而家你喺無論係新聞又好，或者啲自媒體啊、YouTube 啊、網上見到嘅都好咧，佢無論話係會影響定係唔會影響咧，都係大家自己嘅推測嚟嘅啫。直至到去政府回應咧，先至真係有個講法嘅。而家大家都係自己嘅諗法啦，自己即係簡單嚟講，可以話係推測啦，即係估啦。而家只係推出咗個白皮書啦，由5年變10年咧，一個好大嘅改動。咁相信咧都係要進行諮詢啦，做辯論啦，跟住要經過國會去三讀去通過啦。所以 at least 喺現在呢一刻咧，其實係未有任何改變嘅。咁今集呢個方式咧就有少少唔同啊。我之前拍好多片咧都係資訊性啊，譬如講稅務嗰啲係啱就係啱，唔啱就唔啱噶啦。咁但係 BNO Visa 會唔會轉做10+1咧？呢個純粹係一個推測嚟嘅啫嘛，大家都係即係推論啦。咁認為會同埋認為唔會嘅人咧，都有佢自己嘅理據，佢自己嘅諗法嘅。而我一向咧都係希望睇我個 channel 嘅觀眾咧，就有自己嘅思想啦，唔會話有啲出名嘅人講嘅嘢咧就會信到十足啊咁樣啦。咁希望大家都係會持守自己嘅諗法啦，但係同一時間咧堅持自己嘅諗法之餘咧，亦都會嘗試去了解下即係唔同意你嘅人嘅睇法啦。咁所以咧今集咧我係兩方面嘅理據咧都會講俾你聽嘅，咁都係一啲我諗到嘅理據啦嚇。咁你就自己去睇下，即係聽咗兩邊嘅説法之後咧，你覺得係邊樣可信啲啦，或者你自己嘅諗法係點樣啦？咁就住已經嚟咗英國嘅 BNO Visa 持有人，佢哋會唔會由5+1變咗10+1呢一個可能性咧？今日咧我就會主要用3方面咧去考慮嘅。咁第一個咧就係從嗰個法律上去考慮啦，究竟佢轉呢一樣嘢咧有幾困難啦，係咪真係可行啦？第二咧就係改變呢一樣嘢咧對英國嗰個財政有幾大幫助啦。第三咧就係喺政治上面對工黨嗰個影響有幾大啦。咁就係呢3方面啦。咁我哋咧先睇第一點先啦。咁我就會先講咗正方嘅論點嘅，即係佢認為咧唔會係影響到已經嚟咗嘅 BNO Visa 嘅人士嘅。咁一個最 strong 最強嘅理據咧就係所謂個 legitimate expectation 啊，中文咧就係合法期望啦。咁其實呢一個概念咧就係源自英國嘅法律一個原則嚟嘅。咁啊代表啲咩咧？合理期望咧就係話當政府咧或者一個公營機構啦
就作出咗一個明確冇歧義嘅承諾，或者咧係長期形成某一種嘅一貫嘅做法啦。咁受影響嘅人咧就有權合理地期望政府咧會遵守呢一個承諾，或者係維持呢一個做法嘅。咁簡單嚟講係乜嘢咧？就係譬如政府好明確咁樣去已經講咗對外講咗一啲嘅政策或者一啲做法啦，咁令到咧一啲人咧就依賴咗呢一個講法，呢個做法咧就作出咗一啲好重大嘅決定喎。例如係咩咧？例如係移民呢啲算係一個好重大嘅決定啦。咁如果政府咧突然間大幅度咁樣改變呢一個政策咧，咁法院咧就可能會覺得咧呢啲人咧係應該受保障，咁咧就會阻止政府咧去作出一個咁樣嘅改變啦。咁呢個咧就係嗰個 legitimate expectation 合理期望。咁其實咧合理期望咧都仲有分兩種嘅。咁第一種咧就係程序性嘅合法期望啦，即係話咧啲人咧係有權去期望政府喺改變政策之前咧係會給予通知啦，會聽意見啦，同埋進行諮詢嘅。例如果政府咧一向喺改變移民政策嘅時候啊，佢都會先做諮詢啊，都會去聽意見嘅。咁咧民眾咧就可以有一個期望咧未來嘅移民政策改變咧都會係做諮詢先至去進行啦。咁第二個合法期望咧就係叫做實質性嘅合法期望。咁係指係乜嘢咧？就係話政府咧曾經作出一啲具體嘅承諾啦，或者長期已經實踐緊一啲嘅政策啦。咁民眾咧就有理由可以相信咧未來咧都可以繼續享有同樣嘅待遇。嗱，咁呢兩樣嘢咧點樣可以apply 到喺而家講緊 BNO Visa 呢個 case 上面咧？嗱，喺2021年咧英國推出BNO Visa 計劃嘅時候咧，其實喺佢個官方文件都有講到明嘅。BNO Visa 咧住夠5年咧就可以申請永居，即係 settlement 啦。咁然後咧再住夠1年咧就可以申請入籍啦 citizenship 啦。咁其實咧好多人啊都係因為呢一個條件咧就去賣樓啦、辭職啦、舉家移民啦嚇。咁就其實係付出咗好大量嘅成本嘅。咁所以咧，我認為呢個都係一個即係好大嘅影響啦。如果而家政府係話，而家我要轉啦，我要由5年咧轉做10年先至得嘅。咁其實好大機會咧就會俾人去提出司法覆核，而嗰個司法覆核嘅理據咧就係違反咗嗰個 legitimate expectation 啦。而英國嗰個司法系統咧係好重視程序公義噶嘛，如果冇充分嘅理據咧，突然間就改變咗佢已經承諾咗嘅條件咧，尤其是係影響咗講緊呢度有10幾萬人喎，舉家移民喎，都算係一個大規模喎。咁政府咧可能喺法庭上面咧就冇足夠嘅理據咧去支持改變，咁法官咧就應該會判佢輸啦。好啦，咁呢個就係支持嘅理據啦。咁但係咧反對嘅理據又係點咧？其實都一樣有嘅喎。咁就係咧，其實當年咧政府推行嗰個 HSMP 啊，即係高技術嘅移民啦。原本嗰個簽證人其實係只要符合某一啲嘅條件咧，就可以申請到永居噶啦。咁但係咧喺2006年咧，當時亦都係工黨執政緊啦，佢又係好似而家咁樣啦，就突然間咧修改呢個政策啦。咁即係話咧，你本身係用舊嘅制度、舊嘅條件咧去申請嚟英國噶啦。咁但係佢改嘅政策咧，就要求咧你要符合新嘅收入嘅門檻啦。咁如果唔係咧，就會拒絕佢繼續去延期啦，或者拒絕佢永居啦。咁咧呢一樣嘢咧就引發咗即係成千上萬嘅人咧就不滿嘅，認為咧政府咧就即係搞亂晒佢哋嘅計劃啦。當初你講咗係咁，但係咧最後你又改喎啊！咁最後點樣咧？最後呢批高技術移民咧，佢哋就有團體嘅就係 HSMP Forum 啦。咁佢就帶頭咧去挑戰政府咧，就上咗去tribunal 嘅。
咁但係最後判決點咧，最後 tribunal 咧就係判咗政府係贏嘅，即係咧佢就冇違反嗰個 legitimate expectation 嘅。咁所以話咧唔係話你申請司法覆核有呢個合理期望就算係佢係一啲移民嘅政策咧，咁都唔一定係會贏啦。因為咧你係可以有合理期望，但係咧國家移民嘅政策咧本身咧都係不停去演變噶嘛。就冇話永遠唔可以改嘅。咁如果政府咧係可以證明到佢改嗰個政策咧係有overriding public interest 一個重大嘅公共利益嘅時候咧，例如佢需要控制嗰個移民嘅數量啊、保護資源啊、經濟嘅壓力啊，其實法院咧係唔會阻止新例去生效嘅。咁呢個咧就係認為 legitimate expectation 咧都阻止唔到政府咁做嘅一個理據啦。好啦，咁就住呢一點咧，我都講講一啲我個人嘅睇法啦。就住頭先所 quote 呢個 case 咧，其實係非常接近而家個 case 嘅。咁當時政府咧修改嗰個高技術移民咧，其實係包括好多嘢，其中咧係包括有一點咧，就係同而家好似嘅。佢當時咧就係將永居個要求咧由4年變做5年。咁其實嗰個 case 嘅延續咧，雖然HSMP Forum 係輸咗啦。但係 tribunal 咧，其實就係話你可以提出司法覆核嘅，而最後咧 HSMP 咧 forum 咧係有提出司法覆核嘅，但係咧就唔係成個 case 啊，佢就係針對將永居4年變5年呢一樣嘢咧就提出咗司法覆核嘅。咁點解咧？因為本身好多人去申請呢個移民嘅時候咧，都係 based on 4年噶嘛，你突然間改咧。咁呢個影響咧就比較深遠啦。咁最後咧呢個 case 咧就上咗去 High Court 啦。咁 High Court 嘅判決係點咧 ？High Court 咧就好明確咁樣講啊。佢話咧對於即係已經喺英國生活，即係嚟咗英國生活緊㗎啦，工作緊啦，建立咗佢家園嗰個高技術移民嗰啲嘅持有人啦，佢哋係要根據原政策作出嘅決定。係有 legitimate expectation 要受到保障嘅，即係話咧去到 High Court 嘅時候咧，呢個當時永居4年變5年咧，High Court 咧係判咗原訴人咧係贏嘅，即係政府係輸嘅。咁法官咧當時咧就批評政府嘅做法啊係唔公道同埋唔合法，咁就要求咧政府俾翻舊制嘅待遇咧，當時已經嚟咗英國嘅人。法院咧亦都話啦，一個人咧基於政府明確公開嘅講法，作出重大嘅人生決定咧，政府咧就要承擔呢一個後果嘅。當時咧政府其實咧佢嗰個論點咧，佢就話我一開始俾你嚟啫，咁但係你要之後你要 review 噶嘛，甚至乎你要申請永居噶嘛，咁嗰個咧已經係另外一個 assessment 嚟噶啦。咁所以我而家轉一個你未開始做嘅過程。咁就唔算係一個追溯期啦，唔算係retrospect 咁樣去講啦，即係冇追溯力啦，佢覺得。咁但係咧喺 High Court 嗰個 committee 咧就唔同意政府呢個講法嘅。咁佢咧就話啦，呢度我 quote 翻佢哋講啦，佢話我哋認為咧喺清楚了解未來適合於佢哋嘅標準嘅情況之下，改變已經喺英國定居嘅人所需要滿足嘅相關標準咧。呢個咧係算係有追溯力嘅，咁所以咧High Court 咧就唔認為咧政府呢一個改變咧係不存在追溯力啦，而佢哋唔覺得應該有追溯力啦，所以咧就判咗政府係敗訴嘅。咁呢個案例咧其實就同而家我哋今日即係講緊話 BNO Visa 已經嚟咗英國嘅人啦，會唔會由5年變10年咧？其實係好相似嘅。英國政府當年咧係好清楚啦，喺 website 咁樣列明到嗰個 settlement 咧就係5年嘅，而且咧係公開講俾全世界聽嘅。無論係喺佢政策嘅文件啊、官網啊、傳媒嘅訪問啊，都係大肆去宣傳呢一樣嘢啦。雖然喺2006年 HSMP 嗰個案例啦，做個例子啦，政府咧其實都試過單方面去修改永居嗰個條件嘅。咁但係2008年呢一個 High Court 嘅判決咧，亦都反映咗咧法院對於合理期望咧係非常之重視。
尤其是咧係針對一啲即係已經係出咗嘅政策啦，亦都係有一啲人咧作咗一啲好重大嘅實質行動，例如係賣樓啊、搬屋啊、移民啊呢啲咁嘅 case 啊。所以咧，如果工黨政府佢決定將10年呢個永居嘅要求咧包埋落去 BNO Visa 嘅人啦，而且咧仲冇豁免已經嚟咗英國嘅人咧，咁我相信咧喺法律上咧係極有可能咧會引起司法覆核嘅，而政府輸嘅機會咧亦都唔細嘅。好啦，跟住咧就係第二點啦，就係對英國嗰個財政嘅影響啦。咁第一樣啦，先講唔會包括埋已經嚟咗英國嘅BNO 人士嗰個論點啦。咁如果睇翻啲統計數字咧，其實 BNO 家庭嘅大部分啦都係有足夠嘅資金啦，有技術啦，有語言嘅能力啦，即係英文係 OK 啦。咁入嚟英國之後咧，其實亦都係融入到個社會啦，甚至乎咧會創業啦，有好多人咧佢嘅小朋友咧亦都係入私校嘅，咁所以咧就普遍嚟講咧，唔係話即係需要政府資助啊幫助嘅人群嚟嘅。咁呢個咧就唔係即係齋吹嘅喎。其實咧英國政府咧喺2021年咧推出 BNO 計劃嘅時候之前啊，就已經做過 impact assessment 嘅，即係個影響嘅評估報告啦。咁咧就計咗咧對於公共開支嘅負擔咧有幾多嘅。咁當時預期係乜嘢咧？咁啊 BNO 計劃咧中長期對於英國咧係有正面嘅效益嘅。咁而佢嗰個評估咧亦都係分開3層嘅，咁高中低啦。中間嗰個咧就淨貢獻啊，即係扣除埋一啲為咗呢一個BNO Visa 嘅開支啦。淨貢獻咧都有27億英鎊嘅喎，咁高嘅咧都有29億啦。如果係最低嗰個嘅評估咧，都有23億英鎊嘅。咁所以咧，其實 BNO Visa 嚟嘅人咧，其實對英國啊，即係你就算你唔睇其他類型嘅貢獻啦，喺財政上面咧都係對英國咧係有貢獻嘅，而亦都係反映到咧，其實英國喺決定去即係推出呢一個 BNO Visa 嘅計劃之前啊，除咗佢係考慮佢所謂道義上面嘅責任之外咧，其實佢已經計好晒數咧，批 BNO Visa 咧係對英國咧係有利嘅。好啦，跟住咧就講講一啲反對呢一個論點嘅理據啦。咁啊，雖然 BNO Visa 咧理論上咧係唔需要，即係唔可以拎福利啦，因為頭嗰5年咧係唔可以申請到福利，唔可以申請到一啲由 public fund 去支付嘅福利啦。咁但係一到咗佢哋申請到永居嘅時候咧，即係 settlement 嘅時候咧，就可以拎到各樣嘅福利咯，包括 housing 嘅 benefit 啦、child benefit 啦，呢個都唔少喎 child benefit。咁同埋咧 NHS 咧就會變咗免費咯，因為你永居你 before 永居嗰陣時咧，其實係要俾 IHS 噶嘛，嗰個都唔少錢啦，亦都加個價啦。咁所以咧，如果可以推遲令到 BNO Visa 嘅人啊去攞到永居嘅話咧，咁其實咧對於英國嗰個 public fund 嘅壓力咧，就係相對嚟講咧就會唔會加大啦。雖然咧就未必係一個好大嘅數目，咁但係如果你睇翻截至2024年嘅數據啦，都講緊有成15萬嘅人啊，係經 BNO Visa 嚟咗英國噶嘛，咁都有一定數目喎，都有15萬人喎。呢15萬人咧，除咗喺嚟緊嗰5年咧，都繼續係唔可以攞到英國嘅福利，即係唔可以使到 public fund 嘅錢之餘咧，仲要係繼續交 IHS 噶嘛，因為之前 IHS 最長嗰個都係5年嘅啫嘛。咁如果佢突然間話你10年先可以永居，咁即係你要俾多5年嘅 IHS 啦。咁所以咧，佢除咗使少咗錢之餘咧，亦都可以收到咗錢嘅。咁所以如果佢係將5年轉10年，包括埋已經嚟咗嘅人咧，其實對政府個財政狀況咧喺呢方面去睇咧係有利嘅。而且頭先話即係嗰個影響嘅評估啊，係話BNO Visa 嗰啲人咧有27億嘅貢獻啊嘛。咁但係嗰個評估其實係做點樣會有27億咧？其實嗰個年期係乜嘢咧？就係由2021年至到2025、26呢一個年度嘅。
咁即係話咧，頭嗰5年啦，咁換句話嚟講咧，即係話佢嗰個數字咧係講緊呢批嘅 BNO Visa 嘅人咧係未攞到福利嘅。咁但係咧，好似頭先所講啦，到佢哋攞到永居嘅時候咧，貢獻咧就會逐漸減少啦，因為佢哋都會攞到相關嘅福利啦，咁所以咧，如果喺呢批人未攞到永居之前咧，就再加佢5年咧，咁呢個都可以話係一個割韭菜嘅最好嘅時機啦。嗱，對於呢個香港人或者BNO Visa 對英國嗰個財政嘅貢獻咧，我覺得兩方面咧都係有理據嘅。BNO Visa 嘅人咧，無疑咧大部分人咧都係有足夠嘅資金啦，有技術啦，英文 OK 啦，呢個對英國社會都有貢獻咧，呢個我覺得就無可否定噶啦。嗰個貢獻咧，仲有啲實際貢獻嘅，包括埋係稅收啦。咁可能咧有啲人會諗咧，BNO Visa 其實都有唔少人咧係退休人士嘅喎，甚至乎係有一啲可能40、50歲嚟到咧又冇揾工嘅半退休人士啦。咁佢又唔做嘢，其實有啲咩貢獻咧？咁其實咧喺我coaching 嘅客戶入邊咧，都有唔少呢啲人，大部分都係呢啲人都係啲退休嘅人士啦，或者40、50歲佢已經係足夠錢退休啦。咁可能就係喺香港賣咗層樓啦，跟住嚟到英國，就算佢買翻層樓啊，其實嗰個樓價都低啊嘛，當時咁咧佢都已經賺咗一筆。咁已經儲咗一筆錢咧，根本就話唔一定要係喺英國工作啦，佢都可以繼續維持到生活啦。咁所以咧呢啲我算係半退休人士啦，或者佢只係需要做好少嘢啦。咁但係咧，其實呢啲人咧，佢啲錢咧唔係就咁擺喺度噶嘛嚇，就算佢就擺喺銀行啊，佢都要收利，佢都會收利息㗎嚇。又或者佢做投資啦。咁其實 ISA 咧每年咧只係得2萬嘅啫嘛，咁你就算一對夫婦一年你都係入到4萬啫。咁但係咧呢批人啊，其實即係以我接觸嘅呢批人咧，其實佢嗰個流動資金咧都係幾多嘅，即係至少咧都係有100萬鎊以上嘅。咁你話即係一年只係入到4萬去免稅，你入幾年先可以入晒係免稅咧？所以咧其實咧佢哋呢啲咁大嘅資金咧，佢一樣要交 income tax 嘅，佢一定要一樣係要交CGT 嘅，因為佢投資咁佢都要交資產增值稅噶嘛。咁所以話咧，其實佢哋喺冇搶走本地人嘅工作機會之餘啊，就算佢坐喺屋企乜都唔做啦，其實佢都係一路交緊稅，對英國嗰個稅收咧係有幫助嘅。咁而且咧有啲咧就甚至乎尤其是如果佢已經係60歲或者以上噶啦，咁佢根本就唔會有機會供NI 咧可以攞到 state pension 噶嘛，咁所以佢哋將來亦都唔會有 state pension 嘅，對英國嗰個即係對老人家支持嗰個壓力咧，亦都唔會增加嘅。咁有啲有錢啲嘅咧，仲會喺度搞生意啦，就創咗啲嘅工作機會啦。所以我覺得無論係咩類型嘅香港人，無論係有錢嘅、冇錢嘅、有工作冇工作嘅，佢喺財政上面咧，對英國都係有幫助。咁但係無可否認啊，頭先講到咧，當大家攞到永居之後咧，咁又實際上係真係可以攞到福利喎，而真係咧會增加咗政府嗰個福利嘅開支啦，尤其是嗰個 child benefit 啦，呢個都有唔少人會攞到啦。而且咧有唔少比較手頭上有錢啲嘅人啦，其實佢哋本身都係諗住5+1之後咧，即係攞到個 passport 之後咧，就會離開英國嘅主要原因咧，都係想避咗個遺產稅啊嘛。咁你話同埋而家亦都取消埋匯入制啦，咁就將會變成全球徵稅啦。咁你話如果轉咗做10+1嘅，會令到呢批比較有錢嘅香港人選擇繼續留喺英國，變咗留耐啲啊，留咗10年、11年啦，變咗要留11年先攞到個 passport 啦。咁就會令到英國政府收多錢啦。定係咧，對於呢批人嚟講咧，佢覺得哇，你咁樣做啊，我唔玩啦，我直情放棄入籍啦，我提早走人啦。咁就呢個我覺得係未知之數嚟嘅。不過咧，
英國其實已經走咗好多有錢人㗎啦。我相信政府咧都希望即係吸引到多啲有錢有資金嘅人嚟英國嘅。好啦，最後一方面咧就係政治上嘅考慮啦。咁都係先講支持唔會影響到現時已經喺英國嘅 BNO Visa 嘅人嘅理據啦。咁 BNO Visa 咧，其實佢係一個好特別嘅移民政策嚟嘅，佢係一個特設嘅人道歷史背景之下嘅簽證嘅政策嚟嘅。啊，英國政府咧推出 BNO Visa 嘅時候咧，其實佢本身咧就已經係承認咗咧，佢對香港啊係有一個歷史同埋法律上嘅責任，咁就唔可以同一般嘅技術移民啊，或者投資移民啊、工作簽證啊嗰啲去同等嘅對待啦。政府咧當時咧已經係講得明好清楚咧，呢個咧係一個對香港人嘅承諾啦，亦都有一個好特殊嘅政治嘅背景啦。而且咧佢當時咧亦都係話佢係特登咧去俾香港人咧一個非常之寬鬆嘅機會啦，係嚟英國嘅生活嘅。咁個原因咧，亦都係因為即係呢個佢哋覺得有呢個歷史嘅責任啦嚇。咁可以話咧喺當時咧，佢就係即係向國際咧展示咗佢即係一個有高尚啊，有幾咁高尚啦，即係站喺呢個即係道德高地啦。咁你話如果佢突然間而家轉態喎，仲要係即係嚟咗嘅香港人咧，突然間由5年咧就要變咗10年先至 settle 到喎，咁會唔會話俾人即係背信棄義咧，就會傷害到即係英國嗰個國際形象啦？咁至於喺選票而言咧，其實工黨咧當時咧都係支持 BNO Visa 嘅，甚至乎有啲 MP 咧喺當時保守黨推出呢個政策嘅時候咧，仲反而話BNO Visa 嘅人嚟到用唔到 public fund 嘅福利喎，覺得咁樣係做得唔夠好添。而且呢15萬嘅BNO Visa 嘅移民咧，其實佢同其他Visa 唔同喎。BNO Visa 嘅人咧嚟到英國咧係即時咧有呢個投票權嘅喎。咁如果你話工黨咧將呢批本身已經等緊5年嘅人咧，突然間話要轉10年喎，我相信咧呢批人呢15萬人啊，未必係15萬都係有投票權嘅人啦，因為有啲可能係小朋友啦，18歲以上就可以投票啦。咁但係我相信呢批人咧都一定唔會再投工黨嘅，即係你咁樣玩法。咁呢個咧就係支持嘅理據啦。咁要反對嘅有啲咩理據咧？嗱，雖然香港人咧喺英國啦，我都感受得到咧係一個受歡迎嘅移民群體嚟嘅，即係對於咁多種移民嚟講啦，相對嚟講都算係受歡迎啦嚇。俾外間嘅感覺都好嘅，都係覺得係即係有受教育嘅嚇，英文又 OK 嘅，亦都係有禮貌嘅、勤力嘅，唔係即係坐喺度即係等政府養嘅人啦。咁但係呢個即係話就係咁話啫。工黨而家佢嘅目的係咩啊？佢係要減低嗰個 net migration 嘛，即係嗰個淨移民人口嘛。咁呢一樣嘢咧，呢個 net migration 咧，其實係一個數字嚟嘅啫喎。你唔會有一個數字咧，專係叫做 net migration 咧，就除咗 BNO Visa 以外淨移民（BNO Visa 除外）冇一樣咁嘅嘢噶嘛。咁所以咧，如果佢要做靚條數咧，其實佢係唔會理係你係咩 Visa 嘅，無論佢係透過乜嘢途徑。咩 Visa， 總之佢減到人咧，佢就可以令到個 net migration 咧係個數字咧係降低噶啦。咁所以咧，即係呢個 net migration 咧，移民人口啦，淨移民人口啦，佢個數字咧係少咗就係少咗，多咗就多咗噶啦。冇人咧會聽你去解釋咧，原來入邊咧有大部分咧，又或者有邊部分咧係 BNO Visa 啊，邊啲係烏克蘭人嚟啊，至少喺新聞嘅標題大隻字上面去講話移民人口上升啊，你唔會見到咧，跟住就話原來咧係因為有BNO Visa 啊，或者有烏克蘭人，呢啲咧係一啲好 detail 嘅數據喺大字喺個報紙嘅標題度咧係唔會寫嘅。而確實咧亦都有好多人啦
係睇咗標題咧就當睇咗篇文噶嘛，咁所以咧即係觀感上咧就唔係咁好嘅。另外啦，話 BNO Visa 咧係有投票權，咁所以咧工黨就會即係就住啦。咁其實咧其他簽證嘅人咧都有部分人咧係有投票權喎，唔好以為係技術移民咧就等於冇投票權喎。因為喺英國嗰個投票嘅權利咧，其實咧就有3個要求嘅。咁就係18歲以上啦，係英國嘅居民啦，同埋咧就係 BC 或者英聯邦嘅來自英聯邦嘅成員國嘅人啦。咁其實咧以咁嘅要求嚟計咧，有好多技術移民咧都係有權喺英國嘅大選度投票嘅喎。點解咧？因為咧，譬如以移民人口最多嘅申請咧，就係技術移民啦。咁喺技術移民嚟講咧，頭2大最大嘅種族係咩咧？就係印度同埋Nigeria， 即係內及利亞。而呢2個國家咧，其實佢都係英聯邦嘅成員國，都係 Commonwealth 喎。咁所以其實呢批人咧，雖然佢係經呢個Working Visa 嚟到英國啦，其實佢哋一樣可以係投票嘅。意味住咧就係即係技術移民咧，其實都有權可以喺英國大選投票啦。而且咧喺蘇格蘭同埋威爾斯咧嗰個制度係唔同嘅，係連要係英聯邦國家嗰個要求咧都唔需要嘅。佢哋嘅要求咧，只要係你係喺當地住甚至乎16歲以上咧就已經可以投票噶啦。所以咧其實咧有好多係喺英國未有永居嘅仲係要用一個簽證嘅方式去逗留喺英國嘅人咧，都一樣係有投票權嘅。而工黨今次咧，其實佢亦都冇話因為咁樣咧就去理佢哋啦。佢一樣咧都係將嗰個healthcare 嗰個visa 咧將會暫停啦。咁所以咧，如果諗住即係 BNO Visa 咧有投票權咧，佢就會網開一面啊，或者就住啦，就唔有特別處理啦。咁呢個咧就有少少係不切實際嘅。咁至於你話即係 BNO Visa 由5+1變10+1，會唔會影響佢個國際嘅形象咧？咁令到工黨就唔會去改咧？咁你可以睇翻啦，其實加拿大一樣有佢個救生艇計劃㗎。咁而家一樣大把人係攞唔到 PR 啦，即係攞唔到永居啦。咁仲要等幾耐都唔知嘅喎。最長咧有啲人可能話要等8年添喎。咁即係加拿大咪一樣係咁。所以咧就話西方國家其實佢講嘅承諾咧都係不能盡信嘅。嗱，喺呢方面咧我就冇咩特別嘅意見嘅，因為咧即係政治嘅嘢我唔係好識啦。但係以我經驗咧，我自己覺得咧，任何嘅大部分啦政治嘅領袖喺選舉之前講嘅嘢咧，佢都係未選到咧就乜都應承，梗係講啲好聽嘅嘢啦。選完之後，當佢執政嘅時候咧，就另一回事㗎啦。同樣地啦，即係都唔係淨係選咗之後喎，你做反對黨嗰啲都係喎。佢做反對派嗰陣時咧，佢可以講啲好好聽嘅説話啦嚇，梗係企喺人民嗰邊啦。咁但係到佢執政嘅時候咧，可能係同一個議題咧，佢都係會即係個睇法咧都係完全調翻轉喎，因為佢到時真係要做啦嘛。佢反對嗰陣時得個噏字啫嘛，就算佢講咩，佢都唔使真係去真正去執行噶嘛，唔關佢事噶嘛。咁所以咧，我覺得即係選舉前即係佢嘅睇法咧係點樣咧？真係不能盡信嘅。不過如果你攞加拿大救生艇計劃去同英國呢個BNO Visa 去比咧，我覺得就有少少唔同啦。因為BNO Visa 佢當時去推出咧，站在喺英國嘅角度嚟睇啦，至少喺表面上啊，佢唔係淨係純粹為咗金錢嘅利益去做啦嚇，佢亦都有佢所講嗰個對香港人嘅責任啦，個道義上面嘅問題啦，呢個係會即係會影響到國際形象，仲要係同歷史有關嘅一啲政策咧，我偏向認為即係除非佢可以即係覺得5+1變10+1，仲要係對呢啲已經嚟咗英國嘅香港人呢個改變對工黨係有一個非常非常之大嘅利益啦。我覺得如果唔係咧，工黨就未必會咁樣做嘅。
好啦，最後咧，我自己覺得咧就係頭先講嘅3個角度啦、睇法啦，其實最有力嘅咧，我相信都係個 legitimate expectation 啦，即係合理期望啦。如果對現時已經嚟咗英國嘅5+1嘅人士，要將佢轉做10+1咧，我相信一定咧會有人提出司法覆核嘅，因為呢度咧牽涉15萬人啊，即係亦都有啲團體一定會去咁做噶啦。咁如果你睇翻頭先所講嘅案例啦，嗱，雖然合理期望呢一樣嘢咧唔係話一定會贏，咁但係咧由5年住5年就可以變永居，佢可以申請永居咧，呢一個咧係一個好明確、好清晰嘅一個條件啦，或者一個承諾啦，亦都係好多人咧因為呢一樣嘢咧就做咗一個好大決定嘅，包括賣樓、移民呢啲咁樣啦。咁所以咧，除非工黨可以證明到俾法院睇，將呢一樣嘢去改變咧，係會對英國有一個好大嘅利益啦、好處啦。如果唔係咧，即係佢證明唔到呢樣嘢咧，我相信佢輸嘅機會咧，輸呢個司法覆核嘅機會咧都好大嘅。咁但係啦，其實工黨當年佢一樣有咁做㗎，即係佢對於嗰個技術移民，佢一樣將嗰個永居嘅要求由4年至5年，亦都冇話豁免咗之前嘅人嘅。at least 佢一開始個方案係咁啦，佢會唔知咩？佢一樣知㗎，佢都依然去咁做啦。咁啊，當時佢已經輸咗一次㗎啦。咁啊，今次會唔會再做咧？會唔會重蹈覆轍咧？咁呢一刻咧，我覺得就只有係司紀賢自己先知嘅啫，啊，其他人咧都唔知嘅。咁但係就算佢最終真係選擇去再咁樣做多一次啦，我自己覺得佢嘅成功率咧就唔會高嘅，即係真係司法覆核起嚟咧，佢輸嘅機會咧都幾大。咁呢個咧就係對於一啲已經嚟咗英國嘅人嗰個睇法啦。咁但係如果佢將一啲未申請 BNO 5+1嘅嗰個計劃嘅人，佢將呢個計劃修改做10+1咧，咁其實呢個咧就完全冇難度喎。甚至乎咧，如果佢俾少少寬限期嘅，譬如嚟緊幾號之後咧申請BNO Visa 嘅人咧，你嗰個永居嘅要求咧就係要10年啦。咁呢個咧就真係完全冇難度，亦都冇咩可以挑戰到佢嘅。咁所以但係啦，我自己覺得啦，如果你話即係而家 BNO Visa 已經幾多年啊？4年幾啦，已經過咗4年都未嚟嘅人，如果之後再轉埋要10年先至永居嘅，我相信選擇嚟嘅人咧都會係即係非常之少噶啦。好啦，咁呢個咧就係我嘅睇法啦。你都聽咗唔同嘅理據啦，咁你又點睇咧？不妨留言俾我知啦。咁但係咧，即係呢啲咁敏感嘅議題咧，希望大家留言咧都係會理性討論啦。即係除咗尊重別人之外咧，其實同一時間咧都係尊重緊自己嘅。咁今日就分享到呢度先啦。中意呢條片嘅，歡迎你 like 同 share 呢條片俾你身邊關心嘅人。Subscribe 住 Rise 嘅 channel， 撳埋鐘仔，仲可以 follow 小巴在英國 Facebook page 同埋 IG。如果想更有系統同效率咁樣去學習喺英國理財咧，可以去小魚理財網站 smallfishmoney.com， 我喺上面咧分好晒唔同嘅專題，同埋你睇片嗰個先後次序㗎。免費登記做會員咧，仲可以用到一啲理財嘅小工具添。多謝你收睇，祝你喺英國嘅生活事事順利。我哋下一集再見啦。